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伙了解。蔡英文台南竞选总部14号举行成立大会，现场结合园游会、加亲子游乐区，和民众有近距离。台南市6位民进党区域立委候选人，嘛拢伫现场设立摊位，把握机会甲民众互动，并且拜票。现场邀请大机来演唱。场面热烈，吸引将近2万人到场支持。只要是人民的事，那就是我的事。如果你也在为台湾努力的话，那你也是台湾队长。就要起来，我是台湾队长，来个挥海。只要是人民的事，那就是我的事。如果你也在为台湾努力的话，那你也是台湾队长。包括市长黄伟哲、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加总统府秘书长陈菊，拢到场全力来相挺。呼吁乡亲一定要努力取票，绝对袂用让国民党有任何一丝的空间。同时嘛，希望总统的选票会用突破过去的最高门槛，让蔡英文总统伫台南的得票率会用突破73%。咱爱自立自强，咱爱救较济票的，让蔡英文热心的较放心。你讲好无？好。明年会当放心嘛？就是咱台南市。爱赢了上界济，赢了上界水，变做历史得票率上悬。咱要突破当初时赖清德的障碍，什么叫赖清德的障碍？73%可以较济票当选，你讲好无？好。国民党想要突破1席，我们要6席全部照顾好，6席全上，好不好？这是赖院长在这里市长连任最高票的地方，这是未来4年要辅佐蔡总统在总统府一起为台湾努力的副总统的地方，我们要守住啊！拜托啦，我们要守住啊！台南是民主的圣地，拜托咱所有乡亲时代，总统、副总统高票当选。600立委，1声嘛袂使落后，600拢爱全部当选，好无？现场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嘛特别授旗予小英台南竞选总部以届后援会，由会长陈相国代表接收。接续总统蔡英文伫到场时，现场气氛达到最高潮。尤其台南是6都当中最后成立的竞选总部。不过看到现场乡亲这么支持，蔡英文嘛真有信心。伊讲，2016总统的大选，民进党摕下6%7%的选票，希望这届的目标是7%。唔定总统爱赢，而且延续传统，台南市6席立委专调，国会爱过半。我们6都的竞选总部，今年在台南市是上尾一个，是安怎台南市是上尾一个？因为台南市是上支持咱本土、上支持台湾的所在，大家讲是毋是？咱台南市嘛是咱的气势上悬的所在，大家讲是毋是？我要问咱台南的乡亲时代，咱有信心无？有信心无？会赢未？会赢未？顶届我选总统。2016年，我伫遮的选票是6%7%啦。这届大家搁加拼一寡好啊好？搁加拼一寡好啊好？咱拼7%好啊好？拼7%好啊好？会长蔡英文总统嘛提出大南方大发展的计划，要让台南成为罗水溪以南上重要的发展重点。伫未来4年，甲科技带入南部，互一寡战略的产业伫南部会用的发展。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为扩大服务范围，市议员蔡洪全结束使用15栋的综合路服务处，
将新的服务处刷到更大空间的中明路。15号上午，并且举办乔迁音乐会，邀请多位贵宾共同分享，包括议长郭信良以及多位民意代表、里长拢到场祝贺。而且新的位置就伫个中明路111号。议员强调，向进明年1月11号总统大选，民进党会赢个大赢。我的服务处之前在崇学路已经15年了，那这一次特别换一个比较大的新家，来到崇明路111号111号，那么一个新的地方，我特别用艺文的方式来呈现。那也感谢文化局叶局长也特别亲自到场，还有我们的艺文界的朋友也都来了。那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轻松简单的音乐茶会，来和大家这个以前的感情能够更浓厚，能够让这个城市更有灵魂、更有生命力。蔡万全议员呢，可以说是在议会算是资深的议员。他的服务呢，精神呢非常的好。你看，包括沈家峰议员也得来了。那乔迁了以后，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也非常的棒。整个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有该有的都有了哦。那我也希望他这个乔迁以后，服务的层面更广，让为东区所有的选民做最大更好的服务。伫个台南市青少年加市民管弦乐团音乐的带动。议员蔡洪全嘛邀请所有贵宾做伙合唱，场面温馨。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让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依然会珍惜。蔡洪全强调，搬到新的服务地点，除了空间变大，服务的定位甲历史市情的服务拢无改变。欢迎有需要的市民，拢会到服务处来行行坐坐。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一位黄小姐伫去年早婚，买了一台价值400多万的进口车，上路车半当外，伫今年7月行驶当中却熊熊引擎停去，就连方向盘嘛锁死，差点被后车弄掉。当时咧送原厂来检修，车商当时以换零件处理，想要到只过1个多月时间，再次发生失火事件。黄小姐唔敢再开这台车上路，希望车商会当换新车，但双方一直无法度达成共识。黄小姐不得已只好找平台斗3工来讨公道。伫短时间内都要发生2届行驶中无预警的熄火，那叫卡住了，不能动弹啦吼。咱嘛经过这个调解吼，咱的宾士代理商吼，并没有做一个善意的回应啦吼。这种无负责任的态度吼，枉费这个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的这个权利吼，引起这个黄小姐不满啦吼。这个很严重的，因为你开一台车在外面。如果说在行驶当中锁死，如果说我今天是开在高速公路上面，也是一样在锁死的一个状态。如果说我遭到后面的车子追撞，我们不只是自己的安全有疑虑，对方的安全我们会有疑虑。所以，我们针对这个问题，甲宾士汽车做出一个沟通跟协商，可是因就是拢置之不理。我拢甲讲有无，敢讲一定要等足大的事故发生的时阵有无吼？恁到要正视这个问题就对啊。车商表示，第2摆进厂检修时发现后车厢积水和电路板小度是造成车辆失火原因，认为是车主使用无适当所造成拒绝赔偿。但车主黄小姐嘛坚持车辆从来捌泡过水，拒绝照价维修。当天我们去协调的时候，董事长是说要换一台新车嘛，那当然。换新车的部分就只有针对就是目前的这样去做收回嘛。
那董事长那天也讲得很清楚，就是他没有要针对这个情形，他没有要支出费用，是唐秘书就是要换一台新车给他才能够结束嘛，对吧？然后这个部分就是唐秘书这边已经很直白的说，这不可能这样去做了。如果说要换车的话，就是董事长这边会有一个费用的产生。市府法制处消保官表示，徛伫保护消费者立场，会尽力来协调，互双方达成共识。嘛希望车商会当提出更加精密的数据来说服消费者，互事件圆满，唔免行到拍官司的地步。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内政部处长詹宗安日前出席小英新住民姊妹会模拟投票活动时阵，向新住民邮票支持蔡英文，并呼吁若是转唔到人，爱直接加转几个变成废票，引起争议。但市议会国民党团16号召开记者会，重炮攻击表示，民进党完全执政煞带头违法，呼吁选民爱拒绝傲慢的民进党。嚣张傲慢的在参与的会议当中。告诉底下的这些好朋友们，如果你不投民进党，也不要投其他小党，什么党都不要投，甚至跟所有的朋友提出呼吁，你干脆把他这个选票变成废票，你不要投民进党，你把它变成废票，如此这般的傲慢嚣张。忘了自己的身份，讲的拢天经地义啊，做的拢是伤天害理。就是讲，从我们赖市长，现在是赖院长，然后最近是我们的赖副总统候选人。他过去在台南市，他对我们台南的市民真的是非常的不知道该怎么去交代了哈。因为从我们的登革热，还有0206等等的相关的一个议题来说，他真的是对不起我们台南市民。咱内政部长，我感觉伊定会看到民主政治的一个常规，身为政府官，不应该伫不适当时间讲不适当的话。我是呼吁大家应该。实施民主政治常规，给在野党个机会啦吼，莫讲票全部拢互民进党、政党票后，互一党独大。过去的公投因主张，即马要选立委总统，含公投阁无啥会当提出，公投过阁无服从民主政治的常规去遵守直接民选这个常规，我感觉。民进党唔当执政了，叫他再执政，无共款，稍微傲慢。反观我们的赖清德市长，他执政的时候，让登革热死了112个人，然后让台南市继续淹水，到底算不算落跑？到底韩国瑜就算他的任期，他做了11个月，然后请假参选总统，重点是。他这11个月做了那么多的事。蔡小辉另外表示，有消息指出，1月11号大选，民进党可能会使用停电以及制造假车号的奥步影响选举，希望全民爱做伙来干票。台南新闻张维忠采访报道。台南高都一向拢有停车位不足问题，不过现在伫政府加民间的共同努力，这套全台首创的智慧停车分段收费中心，将会伫市长吴伟贴加经济部共叫的见证之下正式成立。会中市长欢喜甲透过该中心所汇集的数据，转到台南好停 App， 以后民众要找停车位，就免搁加设冤枉路。所谓智慧停车，坦白讲。无非是一个 App， 然后能够让这个有使用 App 的有这个下载 App 的这个民众，他能够借着 App 的帮助，能找到最适、最近，而且最容易走的路线的停车位。所以呢，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的智慧停车，我们当然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第一个，我们要加强 App 的下载量。如果大家都上了线，大家都使用这个 App， 那当然就容易找到规划最好的路线、最适的停车空间。那如果这个部分，我们当然是要去努力找。那第二个，智慧停车的部分是能够增加停车位的周转率。好，那借着停车位周转率的方向，当然是我们用许多
新的那个 meter， 也就是新的这个智慧停车的停车柱，不管是使用地磁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总之要把可得的停车位、有空间的停车位以及民众的停车习惯做成大数据，作为将来新设停车点以及这个将来停车空间的停车塔也好，停车场也好，我们新设的参考。虽然这套系统看起来真复杂，不过重点就是让民众减少找车位的时间，减少人力，买当看到整个市区车位的状况等资讯，甚至预测分析资讯作为城市交通治理的关键。民众的这个停车即时资讯站，它其实整合了这个地磁的这个停车资讯跟这个宏基的停车立柱的全部的资讯都在里面。那所以呢，所有的台南的停车路段，然后包括路外停车场跟路边停车格，它都可以做这个引导的部分。所以如果民众在路边找不到停车车位的时候呢，他可以到路外的停车场去做这个，就是一般的我们的立体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去做这个停车的动作。那台南市的交控中心呢，也可以做这个 CMS 的这个交通资讯的面板呢，就去发布说，比如说安平老街的周边现在已经停满车了，那安平路、庆平路已经停满了，那可以去水井公园或者是港滨公园这边的停车场去做停车的动作。那所以这可以让民众就是有更多的选择。为了演化市政中心附近的智慧停车分段收费中心，在正式启用以后，嘛将开放给团体预约参观体验，看政府如何引进民间的科技来变智慧城市的交通服务。台新闻关及林根采访报道。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会使看到市长杨伟霆非常欢喜的甲小朋友坐伫旋转木马顶面，这是今年圣诞跨年系列活动之一。特别伫嘉义的小农文化园区举办圣诞市集亲子音乐剧团，吸引了侪家长带小朋友来参与。这也是第一届伫小农文化园区来举办。市长也是希望透过跨年甲圣诞这种活动伫无同地区来举办，让市民甲游客拢会使行遍台南各地。12月14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如果剧团的晚会，但最重要的还有很多设施可以让我们在嘉义地区的好朋友在我们小农糖厂能够尽情的游玩，尽情的这个徜徉在期间，不管是这个灯饰能够这个照的非常漂亮的景之外，还有我们旋转木马能够让小朋友、大朋友能够这个徜徉在这个回童趣之中。所以呢，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我们把这个，因为台南市蛮大的，我们把这个整体的
这个耶诞跨年活动能够分散在各个地方，让各个地方的好朋友都能够感受到耶诞以及跨年的快乐，而不只是集中在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想这些活动，我们都希望说一年比一年做得更精致，更精彩，吸引更多的市民以及外地来的好朋友一起来台南过年，一起来台南跨年，一起来台南参加耶诞活动。这一系列的活动接下来，阁有21号、28号的圣诞跨年演唱会，也阁有12月31号南美馆旅馆举办的重头戏跨年倒数活动，欢迎市民朋友做伙来创造美好幸福的回忆。但新闻国播采访报道。准益慈善基金会对民国96年举办岁末以外寒冬送暖的活动，到今年已经进入第13届，而且逐档拢得到真侪单位的大力支持，有北区区公所、南镇武良社区、甲文化创意部落的工作室等各界合作下，总共推出80个市级单位，甲16个网络人气美食，共同响应公益的活动。现场除了学校甲社团在地表演，另外主办单位嘛特别捐赠200床的羊毛被，予北区区公所甲天主教台南教区由区长甲主教代表接收。代表着咱黄市长来感谢着咱准益文教基金会，这年啊侪当13届会办理这款的慈善的活动，互咱的乡亲好朋友会使共同来参与，嘛互咱在地有真侪慈善团体。趁今仔日这个机会，互咱的乡亲好朋友来这认识以外呢，嘛会使来透过做爱心的这个机会，互咱慈善基金会会使有一寡充足的基金来继续来做一个运作。所以伫咧遮代表着咱黄市长来感谢咱准益文教基金会，嘛呼吁着咱在场咱各位所有乡亲，咱一定来好好来参考一下，咱今仔日的所有内容拢真精彩。那嘛毋茫讲，透过这个活动来唤起着咱所有的乡亲好朋友的爱心，来发挥着咱社会的弱势，互咱的社会变了较温暖，就亲像今仔天气安尼。今仔日来支持，用咱的爱心，加天气过较好，佮加热，加赞，用我们的爱心来满满的铺盖这所有的摊位。谢谢你们的参加，谢谢你们。谢谢。北区区长李煌新表示，今年首次社区营造的新歌展，伫咧市府文化局的指导，邀请四股基金会甲大港国小、三官合合作，展示食农教育。另外，嘛有甲生态团队推出的文创桌游、台南邮局百年奖团石家庄的面谱、个人化邮票等，充分展现北区在地多元特色。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餐饮企业每时当拢加进脑汁发挥创意，就是要互新春团圆理财嘛充满话题，所以将总铺赛装扮成小当家甲马里奥，以及透过各种经典电影的网家人物，将该企业每一个餐厅的代表性料理，拢呈现伫市民眼前，创意十足。那其中又以雷神索尔雷神索尔神自备的，那灵感来自于雷神索尔尤其的辣笋它非常的经典大家表示，每一个外早年菜拢当自由搭配，互大家伫新春期间唔免出门，地当伫厝轻松享受总铺赛手艺，省时个省力。这一次团宴走动漫风，哇，这个讲到这个我们行销部是非常辛苦，因为每一年都要翻新，我们不能把一个节目一直做嘛，所以呢，我们从那个布袋戏啦，从那个金刚人啦，大概电影上流行的，我们都会一一这样子把它搬上荧幕。那我们想一想，今年想了半天，想说现在流行动漫嘛，对不对？那尤其是那个过年的话，我们都很希望小朋友是一个很大的主体啊。所以我们就这一次呢，很精心的，刚看到什么蜘蛛人啊、队长啊，都出来了啊。我们想说，用这些动漫呢，也来吸引这些小朋友啊，然后呢，让家长能够更有时间聊天、吃饭，然后小朋友呢，大家都会疯着这些动漫跑。我想这个是应该是不错的设计。伫所有料理当中，餐饮企业延续今年台南美食节古早板凳菜主题，嘛推出难得一见强美食团的低卡大市，要互民众重新感受古早味。
猪前腿啊，把它肉还有骨头先去掉，成外皮，然后稍微的肉，然后再由我们一些的笋丝啊，还是香菇丝一些配料，把它炒过之后，炒香之后再塞进去这个猪前腿里面，然后再用绳子把它绑起来下去蒸，蒸至少都要4、5个小时左右才会软化。然后蒸出来之后，它有一个汤汁，再由它的汤汁下去勾这些芡，这样子才会保留它的原汁原味。为了澎湃团圆菜，伫爱沙公主手中的破手礼，嘛是今年上新推出的水果礼盒，或者人零人西喜气十足。在新闻君及林根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